正上。专家有地位，就是讲咱出来第5个人。是，来到本节目挑战5组的题目，过5关拼奖金，上侪35000块，你砸转去哦。好，今来介绍咱2队来宾来上的恁那边，我一定爱先让你。啊，一定啊，是阮故乡的来，阮拢老仙角呢，是来介绍老仙角。好，欢迎咱这队台语老仙角的队长破哥。老仙角，哎呦，恁就是我介绍好，第一位仙角先个介绍出来。大家好吼，我的名叫丁红一点，红丁就在讲。家台语好思想，鼓励大家来欣赏，传承智慧通分享。哎呦，他分享啦。不过你哪用唱起来啊？这个小波歌就是安尼，敢若小波歌，小波啦，波就是蚵仔的意思。是哦，小波啦，啊，阮这里老仙角拢真够唱这个小波歌，伊敢若做事的7步成诗啦。做事爱搁行7步吼，因免7步，因就随唱出来。是，所以讲咱来讲介绍讲咱的故乡是伫倒位，有这种通啊小波的歌啦。是什么团？是什么团呐？阮是南洋小波表演团，创新变化要流传，需要大家来运转，互咱流行通台湾呐。来，我扫得起嘞。来，阿庆哇塞，歌聪明啦！啊，讲，咱先学另外一个，好做好不好？来。啊，我自我介绍哈，我来自宜兰县宜兰市哈，我叫陈汉德。好，来，我扫得起嘞。我的名叫李信忠，信忠，民宿开伫宜山乡，宜山，欢迎大家来欣赏，互恁全家真乐暢。安尼听到啊，嘿啊，乐暢的安尼，乐暢的意思是啥？就是欢唱欢乐的。对，互恁欢喜的啦，唱快乐啦，是唱对，这有影，这真正有影性格带安尼讲的，真正的。是啊，你看押韵有水无？所以讲，我感觉今日你阮死的啊！可能啦。哎，阿姊啊，对方5个加起来要400回呢。大家敬重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今日天道抢在个前几首的科技好。大家好，我叫老明定，是一个演员，我是一个演员。有特别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基，我伫今年底会出家己的创作台语专辑，大家到时阵爱记来支持我哦。好，总是一个较正常的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中后里的王玉君，哎呦，最近为歌手比赛都过关。过20关，是过20关，所以请多多指教。好，咱另外一位，咱免顾调调的啦，来。大家好，我嘛是来自宜兰的，我是阿密斯，我叫林娜，林娜，啊，我今年年底嘛是要发行第3张的台语专辑，请大家指教。是。欢迎咱今天的台语国文老师罗公成，罗老师婆，加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公成，台语真心色。接讲，大家拢会有好成绩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无唔对啦，一定爱接讲，像咱老师教就接讲，就有好的成绩，咱就爱学习啦，吼。好，今来去咱第1回合无，咱要开始啊！来，资格赛开始。4字斗一字，主持人出题目，题目有4个字，但你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，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尾啊，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4字斗一字。大家做伙题。是，好来，阮要出题啊，老师讲。代志？哎呀，我爱搁讲一届哦。就是啊，你写好就记得抢答无嘿。无啦，歹势，因为安尼我无法度作答。因为我这边看过，那敢若4大的相片安尼。那个因尊重。对，伊会甲你保庇啦。好，来，上位，咱请出题。
请问什么芳、什么空、什么屎、什么水？是芳空晒水。好，中到底是什么字咧？好，来，今日写，写完就记得车市哦。什么空？什么空？来，什么空？什么空？什么空？嘿，记得记得记得。什么空？哦，这该有人知影哦，写咧写哦。爱写正确的台语字哦。这边咱无想到，咱拢点点字字咧。哎呦，来，好来，咱少年出头天先来。你的答案是？出头天，你的答案是？鼻芳、鼻空、鼻水、鼻屎。现在我即摆讲话小可心虚，你知哦？为什么？因为写完我就感觉唔对哦。哎，无定就是对的哦。你有主角安尼吗？偏好来，不要紧哦。我来问老师者老师。偏空。因为台语的正字啦吼，好不要紧，咱看老先角这边。这边有答案无？星期姐嘿。哦，你的答案是？来。偏什么话？偏芳，哎，偏屎，哈，偏水，本人的偏空。对啊，天哪，你讲唔知，我嘛唔知要安怎。是啦，现场已经演过一摆啊，嘿。好，是这个偏。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当然啦。咱台语的这个片吼，除了是咱身躯顶面这个物件以外，咱嘛会使做动词用。动词。有当要片看什么味？是。哦，所以咱第一个词是片芳，就是片到迄个芳味啦。不过咱台语讲片芳，一般是你讲我有好的物件，我互你看，互你欣赏，但是我无要送你，所以讲互你片芳一下。是。安尼，哦，过来咱讲片空就是咱片仔这两空，咱咧喘气的这个空。片水就是咱若感冒的时吼。可能也是讲寒的时啦吼，内面有水会滴落来，迄叫做鼻水讲流。啊，过来鼻屎就是咱鼻内面吼，有一款物件伊坚皮啊、重定啊吼，啊咱甲扛出来，迄叫做鼻屎啦。是。哦，啊囡仔人有时会去扛鼻屎来食，因为食到咸咸。对。哦，啊这叫做鼻屎。是。好，来，上诶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粉、什么橙、什么意？什么色咧？是中迄字到底是啥咧？混成西意哦。好，来，开始写哦，写完就开始大家试哦。是啥物粉？是啥物橙？是啥物色？是啥物意？先写。哎，先写。哎呦，哦，少年那个写好啊。来，少年啊，咱看一少年的哦。好，来。少年的是不是冲动？没吼。来，就是这个啦。哦，这里是什么字？碰，嘿，来念一个好不好？碰粉，碰橙，碰西，碰意。哦哟，这个碰，你念的是对的啦，无唔对，啊字是对，我字嘛对吼。我讲字对唔对？我唔知影，爱问老师哦。老师，这个碰敢对？哎呦，你都跟离婚哦，老生角啊啦。是的。好来，老生角。你，哎，碰过，你连搞起点，对。哦，这里碰甲这里碰。是水里边甲肉里边呀？无共款的哦。好，来，老师这肉里边的对唔对？这个正确。哦，因拄则写这字吼，伊的音唔是碰啦，哦，伊的音是碰啦。碰啦，还是讲平湖的平啦，哦，但是无念做碰，啊，不过因讲的是碰对啦，因讲了对，但是写了唔对啦，是，哦，啊，对面迄边的写才是正确的字，咱即马教育部规定的字就是因写迄字。啊，你安尼片空嘛输人，啊碰嘛碰输人，安尼要安怎？少年的咱一定爱出头天啦。这两题拢是照碰过的迄个新闻所出的。我原来讲，头一字片嘛是伊，第二碰嘛是伊。出一字头公平。好，来，咱写出题哦，来写出题。请问什么气、什么工、什么电、什么路咧？哦，中迄到底是什么话咧？气、工、路、电哦。紧的哦。来，紧来想，紧来写哦。哎呦，写好就紧来试哦。来哦，什么气、什么工、什么路、什么路？是。中到底什么字咧？好来。什么工的有哦？好在，有无？系啊，网络叫红的有无？来。好好写，好写你，莫搁写唔对你咯。哦。凶风啊！志豪哥哥，凶风这是我起的吗？对啊。我一直跟你讲啊，想看买多一字哦。你拄仔有来吗？不要紧啦。来啊，归去。啊。
规气啊！过来咧，来，规工规工诶，规工诶，过来。哎，我即摆一直念答案，后摆你讲你受冲动啊，你先受冲动。你拢是哎，看老师下一回再来改吼，咱第三改安尼。过来，过来啊！迄个规路的啊，嘿，规路嘿，啊，迄个规定的，规定的咩？系啊，规定的嘛，对啊。老师，因这队吼，因拢是做球互对手拍啦，因拢讲的拢正确，但是写的拢错哦，所以真可惜。啦。报告老师，阮录这一摆嘛是头一摆拄着啦。恁真正有哦，规工的，有影规工拢安尼啦，嘿，劲路拢足熬的吼。这队较友好。嘿，咱来从友好的咧来，你写是这个龟。哦，这个龟，报告为什么是这个龟？你讲的啊？哦，诶，规工啊，规班啊，拢是这个规，哦，规气啦，规工、规路的、规定的，拢是这个龟，规速啦，规长啊。来，咱来问老师是不是这个龟吼？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对，因写的字是正确的啦吼，所以因这边才是这个。这个龟吼，就是咱圆规的规啦。啊，咱圆规的规画一个圆吼，就把所有的拢扣入来。哦。所以咱讲规工就是。华用整天啦，对套炸甲套啊，所以完整诶，吼。啊，咱讲规气吼，恁拄则这边吼，两条拢唔对，规气放互对方赢啦，规气放互对方啦。老师嘛要公生酒啊。过来吼，规路就是对头到尾，这条路哈，规路拢安怎吼？规路拢咧靠，吼。啊，规定就足大阵的人，吼，规定拢像讲对手吼，规定拢足厉害啊。对对。哦，啊那这阵呢？这阵拢规定拢足好心诶。啊，这个。真友好，老师你做歹参详的，老师你真正是哦。恁来咱一阵早尔好心的人啦，规工的，是啊，拢再友好一阵早尔，是大人啦，友好袂当等呐。嘿。好来哦，咱过来等一题哦。第四题啊。哦，第四题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先？什么小？什么咬？什么包咧？哦，中到底是什么字？这个简单哦。来，今日哦开始哦，小学读书哦。什么先？这个摇滚假设的人喎。哦，来，阮少年的今日哦，来。这题若果又唔对，我今仔日的丑老白领。哎，答案嘛，这是你讲的，我我介绍。我明仔载再来领，来，这个你嘛拜托来，你的答案不是？鸡先，鸡先，鸡先，鸡小。鸡搞，哦，鸡搞，鸡笑，鸡笑，鸡笑，鸡包哦，鸡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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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鸡搞，好，好来，老师因的字安尼对唔对？老师，因拄则吼讲的有一字袂晓念啊，剩的拢念了正确啦吼。咱嘛是对话讲啦吼，鸡仙就是大家拢知影意思啦吼。讲这个做人做鸡仙的吼，明明都爱鸡无爱，是讲无爱鸡爱安尼吼，做鸡仙啦吼。鸡笑就是定定咧骂人的话啦吼，你是咧鸡笑，就是讲你做代志，互人看到感觉讲无应该做，啊你竟然做这种代志吼，鸡笑安尼吼。鸡包这是拄则因念唔对去啦。包，咱物件吼。即人讲你去共买表啊吼，啊讲哦，这粒落嚟，啊结果唔是真正落嚟啦，是人仿的啦。啊讲哦，这粒唔是真正落嚟，这粒假包的啦。假包，嘿对，包，假熬就是明明都无迄个能力，啊讲伊咧作熬的，啊结果做咧大家拢袂晓，人讲吼假熬，讲你唔通可能第咧假熬安尼。好，来，咱看一下分数好不？咱看咱少年的。少年出头天，今嘛1分。啊，那咱老生家咧？老生家今嘛有3分，所以得到这回合5金咯。真好，真好，咱继续甲拼咧。第2回合更加多。嘿，咱甲奖金摕到登去哈。今来第2回合，手搭定高机。手搭定高机，两队派出一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手搭定高机，是全国朋友来出题咯。哦，啊，阮即马是全国朋友要来问问题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手放好，轻轻啊试就好啊，吼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这首是明和人的《春晓》哈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声。啊，
中间有一点急促。请问上尾一句是要哪读？来，声唱答。哎呦，来，文良跑过来。这大声害我都错。我嘛看对啦，真歹势。啊，明明就你饲的。对。来，花落地都笑。花落地都笑，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安尼念对唔对？健康。感谢。好，来，文得1分哦。少年但不一定念得准。是，来，我不要紧，我来问一下，来，你会安那落啊念？好佳哉，好佳哉，我试无对，啊无我讲出来我就见笑，因为我要讲唔对呀。不要紧，你试看卖。今麦听过你，我念一遍试看。老师他们都要讲花了鸡得笑啊。我原本当作是花了鸡偌，知影偌济。哦，真正花啦，花啦，好，咱你我讲白话。但是念都无共款啦哦。啊，不过吼，咱来请咱老师来对自头到尾念一解好。来，老师。诗哦爱用文读音啦吼。是。啊，那文读音就甲咱讲话是无共款的音啦吼，所以这念做花落地道笑。啊，当然，那口语来讲，讲花落在偌济。哦，照意思是安尼，不过咱念诗袂使去讲口语，爱照字吼，用文音就去念。哦，所以你看伊头一句开始就唔是，因为春眠不觉晓，对，哦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声，唔是风雨声，是风雨声。哦，所以你袂当去照白话音来念，拢爱用这文读音来念。是，加油哦，少年的，好来，今日换人。好，我要出题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柯南峰。今仔日我甲你介绍一个药品，叫做威尔刚。伊是即马恁定定会看到的药品，伊是用来治疗恁徛起来的。啊，毋过伊一开始毋是安尼用的哦。请问，你敢知影伊一开始是用来治疗什么器官的问题呢？好，好，来听我讲哦。咱请唱答。我就讲要食哦，就爱去找小姐啊。找小姐无关的啦。中老伙仔你食较济啦。所以你认为是倒位？医学呢，互现场笑嗨嗨，阿伯敢会讲出正确的答案呢？听唱答。好，来试看卖。什么器官哦？嘿，是你拢老伙仔你食较济啦。哦。我就讲要食哦，就爱去找小姐啊。我知影要找小姐啦。你知影找小姐啦？哎呀，讲的是正确的。通食就食啦，爱找小姐无咩？对啦。不是啦，找小姐另外吼，伊本早是要。治疗咱身躯多一个器官啦，嘿，跟找小姐无关的啦。你是食了的作用，啊，伊原本是治疗对。我落康哦，食落哦，咱人精神较好。哦，所以是治疗头壳的。我落康食落哦，嘿，对心脏嘛无好啦。所以你认为是倒位？是倒位？你认为是倒位啦？讲一个器官就好。器官无好啦，我康食落拢嘿，我有啥物嘛，卖食啦。对啊，卖食呢，卖食伤济啦。我定定去找小姐啦。你食落逐项拢无好啦。好啦，好。逐项拢无好。咱来关。嘿，伯啊，你算食落哦，咱这个心脏哦，拢会靠会安心脏好。哦，所以我有讲哦，吃面无去找小姐。对啦。来，我问老师。我问老师，伊讲心脏对唔对？心脏是健康的答案。小姐买错起来啦！我是感觉，互阿伯回答吼，我的肝较无好啦。来分数，啊，叫你得到1分哦。好，第2分哦。啊，这个药啊吼，伊原来伫个这个研究的时候，
是要来治这个心脏的问题啦。是。咱的心肝疼的是食这个，本来是要互伊用，但是有病人食了发现讲伊有另外一个副作用，就即马咱咧用的，迄副作用就是讲，互查甫人有法度，本来无法度的人变做有法度啊。变叫安尼。好好，来恭喜你喽！咱今日换人。来，我要请出题哦，来手放好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侯乃荣。大家咧看电视的时阵，会当看到足侪精彩的节目，嘛会当看到阮伫电视顶悬报新闻，互大家知。全台湾第一间的电视台是伫1962年来成立的，你敢知影是倒一间电视台？请问全台湾头一间成立的电视台是倒一间电视台咧？是倒一间电视台咧？来，咱请抢答。老三台呢，算一个1/3都。三台嘛。对。倒一台。中视。哦，确定。确定吗？是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中视？啊！你看嘛，你后边队长已经即摆食位了，刚刚要中风啊！我心中已经被抗拒了。不要紧，即摆就剩两个，要互迄落啊，迄落担当的来用吼，来，你的答案是花溪，来，确定。好来，老师是不是花溪？歹势两个拢唔对。比手啦，拢无人去想到开始。好，不要紧，来，咱听老师开始。来，老师。对，我知啦吼，因为我囡仔时代吼，到10岁迄年吼，电视台才成立啦。但是我真正看到电视吼是11岁迄年啦。因为拄出来是真少人有电视，第一个出来就是台湾电视公司。过真侪年以后才出中视啦，第三个才是华视啦。中视出来时伊有一段时间有一个迄个电视剧叫做晶晶啦晶啊，迄个时阵伫台湾足热的啦。但是已经伫个台视出来以后，几年以后才开始有的啦。所以上早出来，恁拢伤少年拢唔知啦。上早出来电视台就是叫做台视。台湾电视公司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咱即摆拢知影，即摆电视台哈尔啊济，对吧？吼，咱来好珍惜这题。对，用台视，会记哩是台视。对，搁咱搁学一个啊。是，不要紧，白水。咱搁拼一个啦，好，拼一个啦，吼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大会当吼，你当。加油！中的吼，会当吼，咱就加油哦。好，分数甲提起来哦。扭一个啦，吼。好，来，手放在另个顶面哦。来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曾阳晴。台语呢有文音甲白音，咱是要读电话号码，就爱用文音来读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你知文音要安怎念哦？好，来，手放好哦。咱请手答。呀，我懂，不要紧啊，好来，好，咱老先家来试试，好来老，请，要不要给你？不，请念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真正有影是老先个哦，厉害！好，你听起来敢袂输你画酒棍哦。是，咱正确安尼念，敢对唔对？我问老师哦，吼，来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正确。好，来分数先。恭喜得到第3分哦。因为即摆来，先等，嘿，因为即摆真罕咧有人咧念这啊啦，吼，咱来问老师，是安那爱1，好来。好，咱若在讲电话号码的时吼，咱就袂使照一般咱在算数物件的数目的时吼，讲1、2、3安尼算。咱像讲咱讲906-348，拢爱用这个方式算啦。伊拄则讲的吼，对1到10啦吼，所以迄个10伊讲10，这个是正确的。不过咱若电话号码的时吼，咱就敢看到一个0尔，0咱就无讲这10，咱就讲空，咱就讲305-786。安尼就袂去讲305-786，爱用文同音来讲，这是正确的讲电话号码的方法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我就想要问你，你会念无？不要啦。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
数5、6、六6、7、8、9、10。哦，哎，我来讲哦，豆豆安尼念哦，其实念起来真好听，对，而且你佫会晓，嘿，去学了啦，安尼念袂歹啊。去了高雄去10条路就好啊。到位，高雄去10条路。哦，高雄去10条路，甲顶起来就好啊。嘿，哎，这嘛是全国朋友拢通啊，学落啊去来练习啊，通来问咱的啊。吼，好，不要紧，咱佫加油好不？好，佫加油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咱今年换人。其实我嘛是感觉无啥好通啊比啊，你要迄落啥？就敢若甲阮讲，叫阮甲奖金拢互碰过就好啊。有啊，有效就好啊。碰过就是我嘛真照顾，对不？你今日1335呢，你嘛1335是王玉军呐，唔系安尼啦。无恁豆豆的通啊，互迄落碰过甲有效。减啦，系啊，你就有影才通讲。好，我甲你讲啊，好啦，到这个时阵吼，这个坎站啊，性格唔免让啊啦，爱拼一个，拼一个，拼开市，无你这吼开市无开，歹看啦，安尼啦，控，我你咧控我，我建议啦，安怎？就这条就问伊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哦，会使哦，会使哦。先摆拢讲我感觉你甲我侮辱到非常的贴地呢，不要紧，看得出来哦。说明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咱先互伊侮辱者。安尼哦，反正你会摕到分数啊。无啦，真正我开市啊，无安尼传出去，我想要做人啦。对啦，我都卖试，我都卖从你唔对我再来。安尼吼，对，无爱设计伫个遐，即嘛一个空安尼，敢加油哦！是哦，加油哦！你好恶心的。好啦，好来，好啦，咱中国朋友要出题哦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陈君娜，今日来带大家看阿嬷望河马兼洗裤。阿嬷，今日阿嬷有肥吧？有肥。大家敢知一种海况？蛤蟆唔是叫蛤蟆哦，是个片名叫啥物？你敢知？请问蛤蟆吼，伫咧家己当中，唔是叫蛤蟆，叫啥物？你敢知？哦，等一下，咱问者家己人。嘉义人。啊，你嘉义人哦？正讲嘉义人。嘉义之光，你今日题目拢是为着碰过设计嘛？无，这全国朋友。人无甲半题甲家人有关系。无，这全国朋友来出题哦，因家来跟无关系哦。你即马叫家人的朋友，迄落啊，录这来互我，好吧？袂晓你就卖试。无你想讲话80岁，阮哪有可能互伊会学讲？但是我想要互你感觉？无你一定爱试，你一定爱想讲，拼一个，安尼要安怎念？够另外一个。拼名呢？是什么讲？什么讲？你袂使一直摄地啊！无啦，无，家人甲阮家人较近啦。安尼家己甲阮台北较近。安尼好啦，拼一个啊！好来，你拼一个。人生总是爱拼一个，好来，咱来哦，请就得。来，你答。蛤蟆嘛，大粒的。伊毋是拉，伊是蛤蟆。伊是蛤蟆。大粒的。迄落灰蛤。哎呦。啊，咱来看老师对唔对？你讲啥话？灰蛤，伊讲灰蛤。灰蛤哦。灰蛤，确定哦。确定。老师，伊的灰蛤对唔对？歹势。哎呀。不过我甲你讲，无你看家己人袂晓。对嘛？家己阿伯。爱试无？要试。荤油。荤油是伊自细汉就拢安尼念的。啊是咧。是敢若甲阿嬷迄代哦，拢是安尼，我都听过较好听。荤油，但是是毋是荤油咧？来，老师是毋是荤油？健康。哦，正靠家己人。荤油我本来知荤油，我知影啦。荤油是什么人知啊？哎，毋过有影，老一辈拢真正叫荤油。真正哦。阮住台北嘛知影。快说，老一辈个知影。好来，分数。小伊得到第4分哦。了解。来听老师讲，啥人叫荤油咧？来，老师。这唔知影是安怎叫做荤油啦，但是就是这个物件，有个所在叫做荤油，冇人敢若讲油尔啦，冇人讲油啊啦吼，啊拢会使讲，啊但是这个有的时阵有另外一个意思，是代表查某人的意思啦吼。咱有一句俗语讲，3条桥唔值一粒油，吼，讲生3个后生吼，较输生一个查某囝啦。啊，咱这分数实在是好，咱请回，我来看第一分数。好，啊，你这边我会甲你念较细声的吼。来，咱少年的出头天几分？即嘛空，嘿。空就3个空啦。对。好，啊那咱老性格的。老性格这边得到4分咯。啊，奖金偌济？即嘛得到这回合的1万块，拢中1万块咯。
不过一万一定爱搁甲踏起，甲会好落啊，分数甲会水啊，奖金才会摕到啊。我即马债务较少啊，债务较少啊。即马2亿3980万尔。不要紧，阮等下这边赢的拢要互你。对。吼，拢要甲你斗相共的。是。好，今日第三回啊无，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就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真有精神哦，大家拢都想要跳，但是阮就无想要互恁跳，阮是要刺激恁的心脏，对嘿。啊，咱即摆吼跳袂好势，即摆蹦应该跳较真好。无唔对，即摆心脏吼，其实拢重来啊嘛，大家拢有机会。对，吼，啊这吼就爱靠队长，因为啥呐？队长就一定爱来分配，因为这边的啊，你是无你的拢思想的真济，对，后壁是说人要伫遐秀，拢爱。爱分煞风险。啊，咱咧答案就甲 A、B、C 尔，3种。看你要安怎分，留落来上济的人就是赢的人。是。啊，这回还有2万哦，所以恁有机会拼盘，恁即马15000。对啊，阮制作单位就是故意安尼。每一回吼，恁头前拼，啊，即马才来拼盘。阮阁有机会通啊拼盘。一定有的嘛。安尼好，咱卖个牛啊，好，牛够久的。好，阮无要个牛啊哦。加油哦。好，啊，咱家己去分配哦。好，我要出题啊哦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的庙参3合院吼，拢有足多迄个户定，请问是安怎户定袂使甲搭落去咧 ？A. 无尊重主人 ，B. 挡着在位 ，C. 惊囡仔跋倒。阮阿公较早，阮若搭着户定的时候，拢做生气的。对，我安尼做无礼貌哟，你袂使搭户定，咱兜嘛袂使，你去别人兜嘛袂使。讲迄是一个尊重。看过，为什么是 B 的？咱讲较早的人啊，这除了子孙兴旺以外呢，钱财较要紧。哦。户顶定定看，你敢知伊会进去咧？嘿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来，请开始写，写了就开始写落后。袂使答对咧 ，A、B、C 吼，写起落大家拢哦。应该听过啦。这老人老伙仔吼，这先辈拢应该知影。是，到底是无尊重主人，还是挡着财路，还是讲惊囡仔跋倒？是。3、2、1，好来，答案写好未？好来，我看一下哦，来 A B A， 吼，啊来咱先到这边 A B， 好诶，啊是安怎？你也是讲 A 是安那无尊重主人哦？其实我讲这3个答案内底，我唯一较有把握的无关系是 C 啦。是。哦，我感觉这是较无关系，所以讲 A 甲 B 这2个我咧做选择。也毋过。阮阿公较早，阮若搭着户定的时候，伊拢做生气的。对。伊讲安尼做无礼貌哟，你袂使搭户定，咱兜嘛袂使，你去别人兜嘛袂使。所以讲，以个印象来讲，我讲迄是一个尊重。哦。我是用这款的方式去判断。无毋对，有人讲学校，迄落户定是袂当爱搭，爱下过。对啦。是。你若你敢若比你是感觉是安那挡着人的财位因为第3个是无可能啦，啊，这4个拢选 A 啊，我就选 B 啦。哦，对，就讲分线加分线啦，是 A 甲 B 是拢有可能。嘿，对，啊，像这问题就应该问咱这边老先甲应该拢知，吼，来。碰过，为什么是 B 的？这真简单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因为户定啦，拢下过嘛。所以咱讲较早的人啊，这除了子孙兴旺以外呢，钱财较要紧。哦，对。所以你讲伊要真正答案，其实。就唔是你死就是我无，嘛是分算风险啦。无毋对，其实这 A、B、C 3个答案我拢感觉拢足合理的。吼，好，啊那咱这边的，来，我问者威尔刚阿佩，来，你写哪会选 A？ 你写哪无尊重吗？咱是聪明个讲户定，聪明讲个。咱这个户定哦，先过年车载，袂使咧讲搭这个户定顶。爱下过，为什么？搭着讲搭户顶顶，迄个户的士大人就无欢喜。
哦，就是无尊重人的意思啦。无尊重啊，无爱你啊。有啦。不过我听起来老性格的吼，真有道理哦。吼，这个就是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哦。吼，咱来看一下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这边的就恁啦，新帮我是失败，失败。哦，消掉一个。咱这边是通过。你伫边仔看好戏，好是安怎？这是无尊重主人，咱来问老师好无？好，来老师。咱厝的户顶吼，伊主要的功能吼，一个就是伊遮讲的是挡着财位，这拄啊错误啦，是要守护咱厝内面的财，迄个钱财啦吼，不要钱财流出。啊，另外一个是不要用外口的这个歹物件入来。啊，你讲打人户顶吼，就表示讲你无尊重人，因为人迄是要，那像讲你保护厝内面的人，啊要守财物件，你去人打咧吼，表示对这个主人真无尊重，所以咱爱下跪，袂使人打。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就亲像咱去庙的嘛共款，吼，唔好去打，爱下跪就好，嘿，嘛会保庇你平平安安，吼。请起后一题。请出题。请问，虽然信用真重要，不过人嘛是爱靠家己来打拼。咱会当用倒一句话来形容 ？A. 也着神也着人 ；B. 身骨八斗，脚骨不足 ；C. 人重装，佛重光。是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请开始。是 A 咧，哎，还着人，还着神啦，还着神，还着人。是来参讨论咯。还是身骨八足，脚骨不足。是来哦。还是人重装，佛重光。 A 啦，我觉得是佛要人要 A 吧，装佛要这样，我觉得是 A 比较可能。哎呦，那有人要。拢真有道理哦，我听咱咧讲拢真有道理哦。是，好来，你还袂试哦。好，好，咱时间到，真好。即马答案拢共款。哎呦，这4个若是答案拢唔对，就拢无；啊，若对嘛是拢留着呢。是啊。哦，嘛是，唔是你死，就是我亡啊。哦，好好。啊，不过我想要问一下吼，是安怎听的？你的是安那是 A 咧？因为队长讲的。哎呦，无啦，你有你家己的看法，你小可开一下。嘿，你感觉你真正是你讲，我本来是要选 B 的。哦，身骨八斗，脚骨不足。我感觉阮玉君可能有想法。嘿，姑娘，你什么想法？对，不管是神还是人，我感觉其实就是靠家己啊，所以我感觉应该是 A。好咯，咱的分量哥哥来。我本来嘛想要选第2个吼，啊，不过也着神嘛，着人啦吼，啊，就是讲爱神爱人拍拼落去做。是。啊，第2句我是感觉讲，迄个是唔对的。你甲佛祖教好的时阵，你的巴肚就饱。哦。所以传统的俗语无一定是对的。你甲佛祖的道理讲好对，做好对的时阵，你巴肚就饱。好，所以我选 A 答案。是。咱来看一下好不好？好。正确的答案是。是4个对4个啦，嘿。哦，真好真好。啊，但是讲的嘛，真正有影拢有迄个道理啊。啊，但是真正要听正确，咱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来老师。对，咱有时吼拄着困难的时候，咱会想要去求神啦吼。但是就算你求神，你嘛家己爱拍拼，你敢若靠神无效。我捌听过一个人讲吼，伊讲因老母讲吼，我就是去拜拜，你才会考掉呆呆啦吼。嘿。啊，迄个囡仔甲因老母讲吼，我若无读，看你外高，看你外高拜。所以就讲，因老母去拜，伊嘛爱读册；伊若唔读册，因老母安怎拜，伊嘛考袂掉呆呆。考袂掉。是，啊，不过即嘛真熬呢，吼，两边拢无人死去。对，后一题啊哦。加油加油，请试后一题。好，咱开始较紧了，咱起花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木鱼吼，为啥又是木鱼迄个鱼的形状呢 ？A. 因为动物的轮回精细是鱼啊。B. 佛祖脚吼下骹搭一只呆仔鱼。C 是因为鱼吼真少咧休困。哦，恁有10秒的时间哦。木鱼，大家拢知影木鱼嘛吼？为怎又是鱼的形状呢？是，来讨论一下哦。来哦。为什么是鱼的形呢？来哦。10秒尔哦。是因为动物的轮回，真细人是鱼。应该这个先甲拢知影嘛。
嘛吼，对。有咧拜佛的应该拢知啦。无对，是因为鱼啊真少咧休困，嘿，也是讲佛祖的骹下较大的是咧台啊鱼，是，也是讲咱动物的轮回前世时，好，拢有大毛。哦，时间到来，咱时间到，停。要不要有个戏？哦，哎呦，你今麦看有这答案吼？一地就要倒啊！这嘛是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忘啦。啊，不过咱来问一下，这每一人对这吼无伊，伊的实在，嘿，信用到底是啥，咱唔知影吼。我今麦要问一个，来，豪哥有咧迄个出迄个外景，专门去庙里拜拜。实在讲，因为我也唔捌看过佛祖的骹下骹有大鱼啊，大鱼啊，这是观音嘛吼？是。哦。对嘛，观音唔是拢有一个水，唔是有鱼啊？啊有大鱼啊吗？无啦，边有画鱼啊，有大鱼啊。哦。对，你感觉？啊鱼啊，真少你休困，我感觉这有较对我来讲较牵强。哦。所以我用删去法的方式，我选。对，甲微调。A。安尼。啊，不过这个请问，我即马心脏未堪，未是要去倒提我药工啊？等一下有替你留一粒。哦。等下阿伯啦，阿伯啊，足侪粒。有好，啊，不过停的。你就甲伊无共款，你感觉是佛祖的骹有搭着台啊？不过我感觉伊甲佛祖是最有连结。啊，那这边就是死的人拢会共款，是因为鱼啊真少咧休困。哦，来，我要问一个啊，来。因为咱伫信仰念经的时阵吼，爱卡木鱼吼，卡木鱼。那木鱼的意思就是木鱼，鱼啊伊的个性吼，都爱逆水而上，爱逆水，逆水，逆水修行，袂使顺水落去，顺波逐流啦。所以爱逆水去，鱼啊有这个精神，咱做人袂使去轮回，就是随波逐流。咱若要修行，就爱正水向上。好，安尼第二项，鱼啊暗时是袂合目，无困。鱼啊咧困是目睭嘛是拢紧着。对。啊，所以伊有这种精神，就是讲日夜拢爱精进，这个意思。哇，这足深的呢。先生，是，你即马你有话要讲哦。我感觉讲，伊就是爱非常有把握，才会死的拢超共款的答案哦。是。你做有把握的吼？不，这你有所不知，我小解说一下。是。唔是你死就是我无。一困就要倒啦。无听着，这四位哦，拢捌伫庙的内底做过代志，无咧做庙公的哦。嘿，啊，我无听着，因的答案是唔对的，是你对哦。哦。嘿，我感觉这款可能是有较细。真歹讲哦。好，咱来看一个，正确的答案是。B。是。这是不是什么原因？我嘛唔知啊。咱来问老师吼，来老师。啊，修行人吼，因感觉是爱足认真咧修行，袂使休困啦吼。是。啊，所以因暗时嘛无倒咧困，有坐咧困啦吼，啊打坐啦吼。啊，因上爱用这个鱼，就是因看鱼仔的时，感觉鱼仔嘛，那像拢无咧困啦，吼，目睭拢紧咧。其实鱼仔有咧困啦，全世界连树仔都会困，莫讲鱼仔啦吼。不过因看的是看袂出来，因为像拄则讲的，我目睭拢无起啦。哦，啊伊困的是目睭嘛无起啦，因为你若有饲鱼的人，你知影暗时电脑关起来，鱼仔嘛是共款的，就去迄个底吼，底下咧休困啦吼。所以其实鱼仔有休困，但是因就是咧看的是，因是感觉讲看起来鱼仔那像无休困，所以因感觉咱人爱学鱼仔呢，所以用这来做因认真修行的一种鼓励勉励，讲咱爱甲鱼仔共款吼，袂使休困。爱每日拢咧修行啊咧。好，来，咱看分数好不好？是，咱即摆这边控，嘿，5个控，嘿。啊，那咱的老先教咧？老先教这边够4分啦。4分奖金偌济？即摆奖金就是2万咯。累积咧2万呢？为头到尾啊，累积起来是35000。即摆今仔摕35000，敢会摕到我唔知哦。今仔呢，摕奖金游台湾。
提奖金游台湾，拢总有5组题目，每一个家庭成员轮流讲出正确的台湾地名，只要30秒以内，甲5个题目拢总讲出正确答案，就会当将头前累积的奖金全部摕走咯。嘿，提奖金游台湾。嘿，啊，咱即摆奖金偌济？35000。35000，啊，无几秒？做35秒。35，等下，迄落啊，阮威尔刚阿伯拿来。所以我讲加30秒，互你变65秒。谢谢。是65秒哦。啊，你剩1秒换1000哦。速度紧的，咱就紧的就好啊。紧，上尾啊一个，然后阿伯讲嘿。嘿，秒数偌济，咱就是奖金偌济。你若聊35秒就3万5。即摆咱讲你都无听到嘛？这我就唔知咯。不要紧啦，我等你上尾就我会甲讲。好，来，咱要看第一位是胖哥，来第二位，好来阿伯来啊哦。准备哦，准备啊。来。好来，小妹咱请出题。来，咱把后壁学的鱼竿。倒位。台南毛壁。不是啦，更加落去，高南坡。对啊，上尾啊，足老地咧，比台南更加落去，高雄。更加落去。屏东。嘿，屏东倒位。对。更加落去。屏东恒春。无更加落去啊！老先甲敢要当过5关，提走35000块咧。小妹，咱请出题。内埔鹿园甲马场，台中后里。啊，正确来，后里来，再来是龙亭断桥甲迄个圣兴车头。苗栗的倒位啊？苗栗的倒位。巴黎哈。啊，不是，来，较大声讲。32。啊，正确啊，我来记咧，来是咱甲后壁学的鱼竿。倒位。台南毛壁。不是啦，更加落去，高南坡。对啊，上尾啊，足老地咧。比台南更加落去，高雄。更加落去，屏东。嘿，屏东倒位。对。更加落去。屏东恒春。无更加落去啊！东港。不是，更加落去。小琉球。昆丁。困咧倒位啊！来，米干甲牛肉面。来，咧倒位。嘿，倒位有人知影无？嘿。哇，捌食过啊！米干，嘿。米干，中立。哎，倒位中立。中立。啊，这个过来。好，来。地利国甲干豆姜。这倒位。这庙咯。嘿，这庙干豆姜。干豆妈祖。嘿啊，对，这倒位。你倒位？这北岛。新北北投。新北北投。新北市新北北投。哦，新北北投哦。新北市啦。北投啦。哦。但是伊正确是台北的北北市啦。台北。哇，安尼啦。对啦。不要紧，可能大家拄啊拢真紧张，啊都唔知影，雄看到唔知倒位，不过你捌去过，嘛拢知。咱过来问老师者哦，咱有诶念法还是啥？吼，咱来听老师正确的念法。吼，来老师。啊，这伊拄则讲台中后里这讲遐无唔对啦吼。嘿，内部。嘿，啊这苗栗三义这嘛是正确的啦吼。是。过来屏东是垦丁啦吼，拄则伊伫垦丁讲袂出来啦。是。吼。啊，桃园是中立啦吼，中立的牛肉面甲这个米干是对这个云南遐来啦吼。是。啊，迄当阵啊有一寡迄个军人吼，因本来伫迄这个泰国、缅甸甲辽国遐，啊尾啊因互政府甲因再转来咱台湾吼。啊来以后，因就伫遐有足侪人住遐，所以这个伫因遐是足算啊有名的这种食的物件啦，吼。好，啊，过来这个，伊拄则讲这个，应该是关岛姜啦吼，关岛啦吼，啊，伊这是伫北投，北投是伫台北市，毋是伫台北市啦，啊。阮遐叫做干豆啦，干豆对啦，应该讲干豆对啦，干豆对，讲干豆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呦，安尼啦，咱要看一个啊，奖金是偌济是，咱即摆秒数是空，所以咱的奖金就是0，啊，真歹势。不要紧啦，现在去咱的颁奖，赶快进行的，马上来颁。
颁奖啦，颁奖啥？颁奖咱的精神，这精神是用钱买袂到的。对，啊，颁奖咱来颁奖一种优惠，互大家介绍一下。无唔对，因为大家吼较无了解什么话叫做4字到7字。对。嘿，啊你若阮即马有 app， 吼，啊你若去迄度甲阮download落来吼，你就通啊佚佗啊。对。我今年跟你说。好啦，错一个，我错换大条的。你要唱什么歌？无就爱阮老师唱一个，因为今日甲伊感谢者，感谢咱的国文老师。谢谢咱的罗公晴罗老师，罗啦。谢谢。大家有地位。好啦，互大家斗阵拼得意。互恁斗阵拢欢喜。好，大家欢喜啊！再会。感谢，谢谢鹏哥，谢谢不掉，谢谢聪明哥哥，今天聪明，谢谢。